今日今日访问呢是民进党提名嘅台中市长常胜人，呢是乡议立委林佳龙委员您好。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林佳龙。谢谢。台中市其实有将近44万的客家乡亲，其实蛮多的，很多。尤其东势、石冈、新社、和平这边，还蛮多乡亲知道这边是蛮有名的中部客家庄，尤其是很多大埔乡亲，我们会这样说。您这样子走访，您觉得台中市的客家对您的印象是鲜明的吗？台中可以说是客家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那尤其刚刚提到，就是说，大埔腔。在这个台中市，我想在台湾的这个客家腔里面，以大埔腔为主，也是蛮特别。这个语言又产生它特殊的一种生产活动，那文化，跟很多节庆，所以是丰富台中作为一个文化城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啊，您觉得台中在地的客家文化的传承跟发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其实现在客家还是主要要以语言的一个怎么样去保存，跟能够教育下一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没有了语言，没有在生活上去讲这个客家话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只是博物馆，或者是墙壁上的文化。好，那必须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是想说，透过市政府可以做的包括比如说在比较客家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像东势、石冈、新社，可以设这个客语的示范的幼儿园。另外就是当然在市政的经营上面，我们也希望有客家的这些就是窗口，甚至我们发言人里面也必须要有人是熟稔客家话。那另外大概就是因为客家现在的一个文化啦、产业啦、生活，或者跟节庆是比较脱节的，比如说缺乏整合行销。比如说，其实大甲溪跟大安溪是孕育客家文化很重要的溪流，那它从山到出海很丰富，那我就打算说以大甲溪的这个流域做一个就是观光文化季，就是一年四季，把大甲溪串联起来，从上游的这个樱花沟吻龟，在七家湾，然后经历了怎么样的客家庄，里面的产业文化，各种的景点，然后一路一直出海，到这一个比如说这个后里外埔，其实甚至到大安大甲也都还有很多客家人，因为苗栗非常多，就是移入到台中，都在大安溪跟大甲溪的流域。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用河川去串联很多的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多元文化，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个活动，那这个会创造在地的经济跟就业的机会。我记得您之前在您的客家政策里，好像还有提到一点是，台中市的客家事务委员会它的经费要增加。这个还是您确定它是必须增加的吗？像我自己做过政务官，我知道讲了再多好听的话，你没有反映在预算上，那等于废话了。那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这个很清楚，在推动政务的时候。所以我当了台中市长，我有去算过，现在客家委员会它只有1年6000多万的预算，你再扣掉人事跟一些日常性的支出，没有什么可以办活动。而且即使办活动，你发现说都是变成就是说千篇一律，都是装一个一样的舞台，然后同样一个主持人，然后很奇怪的这一些就是说错乱的组合我就觉得那个文化的那种特色，你必须从那个空间，从那个整个就是说环境的营造，就必须是那个感觉，那个我们讲那个氛围啦那所以一方面我有承诺要增加台中市政府的客委会的预算，那我也甚至希望说集中在就是能够重建或打造客家的这个文化的建筑跟街道，所以我有表达说1年会编1亿，就是集中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空间，然后让它能够再造，
而不是说把资源然后就是天女散花，或我们最常看到现在的地方政府都假客家文化的推销之名啊，进行绑庄啊，分配资源啦，都用传统的方式去动员客家。这一个这个人的这个社群，我觉得应该是帮忙系统性的，然后很完整的，它做出一个特色。您竞选以来，其实民调都是赢过您的主要对手，不过最近有一点点接近的趋向。那其实您05年开始参选市长，然后12年当选台中市第6选区的立委。其实这些年来，大概9年，您都在台中试图要深耕。虽然您不是台中人，那可是其实当立委有一个困难点，就是您要专心审法案，就要在台北，但是乡亲又希望很常看到。那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加上现在民调接近的情形，您要如何去说服乡亲说您会是一个很称职、很够格当台中市长，大家要把票投给您？10年前我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我刚空降台中，我必须很努力去说服说，我爱台中，我了解台中，而且我有能力把台中做好。可是10年后，就是说，大家已经可以接受说，林佳龙选后也没走，继续在那边经营，而这期间有非常多的对台中的一些主张或者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水到渠成。那反而我的对手他会现在比较像逆水行舟，因为人们给了他13年，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好像强龙之战，林佳龙有办法在民调上领先。其实如果说深入基层，你会感是人心思变，而我刚好是一个他们可以寄希望的政治人物。那我未来做的好坏也要被检验。可是胡志强已经做过了，好坏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这样。那能不能有新气象？大家会觉得说，不是城市都一定要同一个人做市长嘛？我们可以改变里面去创造新的可能性。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嘿啊，有机会跟大家报告，谢谢。谢谢，也非常感謝同情朋友嘅收看。